体人柯比峰今仔出面指控高文德北甲姓资料，搁再提出对话内容证明该说代志发生的过程。创意书房未未成年性影上汉钱检方甲6个10万人员起诉，其中一个嫌犯是补习班老师，有偷袭查甫学生罪嫌虐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咱的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象署发布大水雨特报。这宜兰地区今仔日是在落大雨，真侪所在拢伫咧阴。亲像5间的一间餐厅，人客食饭食到一半，这肚骹就开始淹水啊！那所有呢，也有所在淹水，民众质疑讲是排水设计不良所造成的。那讲到这宜兰的新马站含这所有新站之间，也因为水淹甲平铁基路搁较悬，影响到这旅客运输。那讲到这南安国中是宣布讲提早放学，避免这大雨淹水造成意外。袂过啊，唔好过啦！哎呀，封锁线拢扭起来啊！骑奥多摆差一点直直冲过去，宜兰罗东运动公园边仔四维路，消防人员紧由封锁线，避免民众挖过去积水遐。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宜兰是出现淹水的灾情。东山乡真侪店家拢较紧用沙包来挡水，但5个有名餐厅袂赴欢迎，只好安尼做。哇，你们这样用餐哦？这样用餐的感觉怎么样？流水席啊！一开始水位只到这里，吃一次鞋子会飘。但是画面来到苏澳，在地居民看到江园变怎呢？敢若规片海，真正是笑袂出来。这个排水设计有问题。已经出世界哦，唔是就这大，就较大一点嘛。可以吗？加积水，打遐大条出到水，安尼就咱咧放尿咧。好到8度1嘛啦。好到1嘛，唔是第一摆就对啊。好啦，慢的啦。就是淹到超过脚踏夫，骑奥多摆个爱骑去伫人行道，才会当通过苏澳的圣湖路。其他机车为无险通过，地势较低的所在甚至规个浸水看无。苏澳南安国中紧急通知家长，提早接囡仔回去。因为雨大的影响，提早大概45分钟。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天也暗。好，然后雨又这么大，怕家长们等一下的接送不方便。铁路的运输嘛受到积水的影响，新马站到苏澳新站，因为铁基路一大片拢积水，东西向中搁停驶，民众无法度登去华联。知道要等多久吗？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因为乌坦说改搭别的交通工具，可是往花莲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啊。下午2点32分有通报，就是因为水淹过轨面，所以双线不通。目前都在前后端的车站在等待水退之后就会恢复通行。在新马路桥那边可以铁轨被看不到这样的距离，的长度大概有20米左右吧。台铁已经通报公务单，而且派人去监看。受到东北季风含极境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宜兰闪大雨到12日下晡4点，全台雨量集中伫东北部。宜兰加起来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公路局宣布讲，台九丁线苏澳到东澳的路段无排除已经成的封起来，居民嘛希望积水紧退紧恢复家园。记者综合报道。伫关岛西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半暝的时阵已经变作是今年第25号风台天兔。这气象署预测讲呢，这风台会刷向菲律宾东方海面，拜时接近台湾。气象专家也分析讲，照目前行的方向，无排除这海上陆上警报同齐来发布。拜5、拜6啊，是这风台离台湾上近的时阵，影响的程度就要看这风台离咱偌远。受东北季风影响，佮加上伫南海的这根风台外围环系影响，气象署针对北北基渔甲花莲等5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其中宜兰市超大水雨，恐计落到半暝啊。今天晚上到明天可以说是雨势是最大的，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那个大台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宜兰地区呢，更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这个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前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面册抛出雷达汇报图，表示看大陆冷高压加这根风台的位置，发现即卖分型符合东北季风强万效应。其实目前太平洋海边有4个风台，从有史以来11位4个风台共存记录，其中12透早多产生的天后风台，每点钟14公里速度向西北行，目前是轻度风台，未来可能用中度风台规模接近台湾。气象专家胡超刷新人讲，太平
阳高压室的校长天土风台路线有偏西出事，无排除可能发入境甲海境可能。14号到15号，太平洋高压它北侧的太平洋高压减弱，所以刚好这个天兔台风就趁虚而入的一个情形，在它的暴风半径移动的路径不变的情形之下，我们不排除这个天兔台风它发布海警跟陆警的机会都有的。目前，欧洲模式有超天土风台向吕宋岛山顶动了后，北划接近8所海峡，暴风圈可能卡到台东甲恒春半岛。AI 模式是有超风台离台湾较远，路线依然无变数，毋过拜五拜六相对是上接近台湾，爱继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牵涉到金华城案件，北检今日又搁传真侪人来问话，也包括交保的前台北市督法局长黄景波，也搁应晓秘的助理吴顺民。另外，媒体人区比方今日出面指控郭文哲不改性资料，搁再提出这对话内容，解说代志发生的过程。被他蒙在鼓里的人，或者是提出手机对话这段内容写人袂用伤晓、伤水、伤少年。团这信息人是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加一位金华城用这案，要提起案件，佮引出2021年10月初5一场内部会议，疑似春手卡媒体人区比方，自我佮传信息，要请伊做国安会副秘书长区比方10日出面证实。当着大家的面，我就说，那个柯主席这样子在新闻部的会议室对我摸我的手，对我进行性骚扰，我们都给了他具体的时间、空间，给他道歉。他道歉就好了。对他必须要珍惜，所以我不知道他懂不懂得珍惜。那个是蛮惊讶的，但是觉得可能是开玩笑，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他前后手臂大家都抓起来抚摸了。区比方强调，要用实际行动纠正歧视甲霸凌，也会评估是毋是激发国体性诉者。民众党回应支持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诉，绝对支持曲美凤依法提出申诉，但同时也要强调，相关的指控应该给双方各自陈述、表达意见的机会。金华城用这案，北检10日团还真侪人，包含前台北市政府法务部长袁秀惠，令团委当事长是违反作证，调查清楚金华城梁庆律提关涉法性。袁秀惠先后伫重大请回，前台北市秘书长陈志平因为过去捌做过都委会副主委也到庭作证，并对镜头无爱假讲。由台北市议员应晓培助理吴顺民，前台北市督法局长黄景波，进前500万交保也被检方移送复审，并承担当下集侦查庭。记者综合报道。创意书房伫咧卖未成年的性影像趁钱，检警捌全台湾大调查，台中地检署最近侦查总计起诉涉案的社群成员6个人，上界恐怖的是，这受害人数有863人，其中有45个是未成年。原来这其中呢有一个涉案的嫌犯，伊佫是补习班的老师，伊是利用权势来甲这学生囡仔乱来，甚至是偷袭学生。检方认为讲这恶行重大，要甲伊判刑15年。涉案嫌犯获警方带回，检警侦办创意书房 SCP-OAT 社群顶性影像偷袭群组，7月发动全台大搜查。台中地检署最近侦结，认定姓黄的嫌犯顶6个人涉犯组织犯罪条例、刑法、二校性剥削条例、甲洗钱防治法，向法院提起公诉。不过民众出入公共场所，要求惊去偷袭。近期像那个翠上面，其实也有女生有发说，她其实最近有被偷拍的事件。那其实我相信当下女性都会是一个很紧张的状态。比如说去厕所那种，她会多注意有没有其他人在。对，会特别去看有没有什么镜头或者什么。对。检方表示讲，社群的成员姓黄的嫌犯等人，按2023年开始，踮台中南投的小吃店、导游店装微型的摄影机偷袭。另外一个姓陈的嫌犯是补习班的老师，2015开始涉嫌威胁未满14岁的少女。搁伫补习班便所装闭路器偷袭未成年学生查某同事，受害者总共863人，其中45个未成年。陈姓被告自104年间起，利用担任补习班教师机会猥亵未满14岁之少女，且在补习班厕所私自装设密录器偷拍他人性影像，
并重置及以电脑合成不实信影像对外散布。本案清查被害人数达30人。台中市刑大强调讲，上届发生偷窃案件的场所就是便所，警方有专业器材会当侦测，民众会当检查卡会藏镜头的所在来保护家己。若看到偷窃，要先搜证再报警。垃圾桶，然后或是卫生纸盒，或是有些会放那个香氛剂。这些地方可以多加留意。马桶它有一个凹槽的地方，其实可以用像我们手机可以去稍微拍一下，是不是有镜头？那其实都很明显看得到。检方向法院申请不收2案犯罪所得，总共73万外。另外，因为4单嫌犯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情节恶行重大，建议将当处刑15年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进前发生这压倒攻击事件，受伤的高中生也因为学校有假意自我防卫机卡，甲这嫌犯的手掠掉的争取时间，其他旅客做伙甲这嫌犯制服。今日台北市政府也甲伊表扬，不过这学校是老师是建议讲，上好伊使用这身躯顶的物件，亲像牌仔迄类的物件，含这嫌犯扭开距离会较好。和市长做伙翕相接受表扬，台北捷运发生随机伤人的案件，就是因真勇敢，做伙来制服嫌犯。其中一个人有警职的身份，伊才谦虚讲警察本来就有责任，颠倒去学了受伤学生的应变。赞扬这位学生，虽然受伤了，他依然把这个犯嫌的手持刀子的手把他架住了。避免他再次的伤害。学生伫个代志发生时阵，一直甲对方的手扭着无要放，避免伊搁挖过来伤害，嘛防止嫌犯攻击范围搁扩大。反映会当遮尔好，受伤的学生讲，伊是运用学校各项课程学到的自我防卫技巧，嘛具体建议讲，台北捷运要加强宣导自卫的方针。这家注意，请问谁传？我指的是动手的。在上课上尾10分是找学生起来演练模拟危险的状况内面爱安怎应对，教学生会当好好使用随身的用品，亲像雨伞外洒水管啊，拢是防身的好物件，尽量扭开距离。像这个的部分就是属于我们课程的延伸的部分，就是防身术的。我们尽量不让学生近身去接触施暴者。以台湾高中来讲，这种防身术都是对课程延伸出来的。老师嘛承认讲，因为不是考试的科目，敢若少数学生会认真听，那么引起因的兴趣，都要用较活泼、较趣味的方式，才会当吸引因的注意。我会做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书包拿出来，雨伞，然后先开。赶快先跑啊！我现在是还没教到这个啦。在台北捷运出现提刀啊攻击的事件了后，坐车安全受到外界注意，对警政教育体系，再搁到捷运公司，安怎来提升安全防护，强化民众自我防卫观念，拢应该好好啊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东北季风变强，这海上坡稳定，而且海底地形阁真复杂，妨害到咧抽油的作业。交通部长陈世凯今下晡去到现场视察，也指示讲，在安全的情形之下，拜四会进行24点钟抽无停的抽油作业，确保这亚流的观光主管袂受到污染。四启动着中国籍货轮玉州客航游玩扩华伫新北亚柳，在大兴当中铺铺沉沉，前边已经有离化工程船，伫边随时准备抽油前置作业，暗过受限海上真歹只因素，影响抽油进度。交通部长陈世凯昨日下晡特别去巡视。他们明天早上6点听说这个海象的状况会稍微好一点。如果可以让我们在明天早上顺利把这个抽油机具放上去的话，我们在14号就会来进行抽油的动作。开始抽油之后，他们愿意24小时的抽油，那我们预计在2周之内可以完成抽油的这个工作。这只货轮是伫顶个月29为家人出港，却因为载相当动力无够，伫亚柳海峡咧等待救援。过2天，船体煞扩化出去，船体也搁有290吨的残油。航空局协调离化工程船来抽油，这个月初9到现场，查查伫接近货轮过程当中，煞无细节加入物件，被标登基隆港检收。即马才搁出港，望拜是伫安全关照之下，会展开抽油。海洋保育署表示，会逐工监控现场状况，做好万全的准备。有4个渔港啊，我们天天在巡查，整个海岸线也在巡查，应变资材都放在现场。真的有状况、油污泄漏出来的时候，就是会先去做防堵。渔民担心，当然是一些周遭的一些海产品，如果真的油污泄漏之后，后续的比如说餐厅的一些海水的抽取，
然后一些渔产品如果到时候真的是污染了，根本就没办法去销售，那这个是真的是对我们这边当地是一个浩劫啦。因为抽油作业一直受海上因素影响，不好度开始动工，当地渔会甲碟头烦恼拿无细致漏油，对当地海产养殖业甲海鲜餐厅生意受冲击，对环境污染阁是复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市的蚵仔，这10月小连续受风台吞踏，那这产量少个细粒，价钱也起3成到5成咯。就一寡供应商该进口这越南蚵仔，也烦恼讲这品质无够稳定，一寡餐厅已经暂时无卖蚵仔产品。另外讲到这菜色呢，店家也讲本地几60块的这个鸡仔年，即马已经起到100以上啊。我来是小富户的面线糕，不过却找无上重要的蚵仔。屏东一间大肠蚵仔面线店，因为最近蚵仔量少，佮细粒，品质无好，怎打广告讲面线暂时无蚵仔。连续2个台风，把那个我们拿蚵仔的那个蚵架，就是生产蚵仔的那蚵架，就是几乎都吹坏掉了。所以现在目前台湾应该是没有什么蚵仔。一次涨太多了，它这次一次涨了3到5成。蚵仔煎盘广告，互人喙烂强要顶来，餐厅煞哀叫。风台影响，台湾蚵唔若减产，价钱嘛直起，唔敢起价。餐厅只好先停卖，也是减卖。市场也反映讲，有供应商该进口越南蚵，起草乱糟糟。假如没有那边的进来，我跟你讲，现在台湾本产的蚵啊，可能会到300。冻死的都是冻死的，其他绑绳子都是买便宜的，还分装的，两港公里也当少的啊。摊商无奈，台湾蚵目前伫屏东传统市场介绍是一大斤24到27，差不多是历史新高。真侪民众拢唔敢买，民众嘛反映讲，要买到台湾蚵爱看呛死。我们家隔壁的叫我来这边买的啊，叫我来这边买。说这边有啊。摊商甲蚵农有过，台湾蚵产量甲价钱要回稳，恐惊要等到明年的过年。不过唔拿蚵啊，空落风台了后，真侪叶菜类甲龟类同款是大起价。上个礼拜100可能30几块，这个礼拜就已经卖到40、50块钱。几10块钱而已，现在100多块。起价致使一寡民众买袂落手，那是害到摊商甲餐饮业者。消费者同款是喙齿阮加条咧，希望价钱赶紧回稳，互落地仔钱变较大圆咧。记者综合报道。一台彰化客运的公车伫市区弄过红灯，险险去弄到这台转的乌多摆。除了这款的行为，业者搁在违反调台湾好行的公车来做这市区的公车。交通部和警方拢要来追究。但来讲到这台中呢，同款有这公车撞过红灯，公车业者是强调驾驶的记载过，也会加强到训练。一台台湾好行的公车来到彰化市中央路中山路口，号志已经转红灯，只会当倒弯。大专区的机车准备起行，但是客运煞无停落来，直接弄过，差点造成车祸。代志发生伫咧8号早起10点外，民众认为客运驾驶违规不可处。这待转机啊，人绿灯人伊要转左转当弯，伊就不冲啊。你无啦？唔好啊。这台台湾好行公车是中华客运营运，业者表示因为综合调度，迄一天是直行市区公车路线，后续会对驾驶记大过处分，而且加强教育训练。交通部观光署是讲，外口测台湾好行利用的公车，袂当直行其他市区路线，这个举动会影响到业者年度考评分数，小严中会再要求退出台湾好行路线。会依照员工控制规则里面闯黄灯的相关规定做出惩处。我们纳入到我们年度的那个考评里面去考量。我们这边认为它有损台湾好行的品牌的话，我们可以要求它退出台湾好行的路线。台中也有小型的状况，一台中路客运公车伫咧乌日区中山路弄红灯，差点造成车祸。台中警方讲要开发，业者是强调除了记大过，搁再教育训练，也会有停班的处分。台中市府当伫咧执行无限期公车大执法，成效如何？外界也搁咧看。记者中华台中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 Trump 当选第47任美国总统了后，这内阁人士大家拢伫咧摇。根据美国媒体消息，讲现任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真有可能是未来国务卿。另外，捌伫咧美军特种部队的将级员瓦尔兹，也有可能是国家安全顾问人选。We are not garbage. We are patriots who love America. And thank you for running, Mr. President.
而控制处选战期间，真一摆为川普徛台造讲，也显示鲁比奥全力支持川普政策的路线。As a descendant of Cuban immigrants and someone who's been raised in a community of Cuban exiles, and as a man who cares deeply about the well-being of the Cuban people, one of my greatest hopes is to live to see the nation of Cuba and its people become free and open and democratic. We could very well be standing here today talking about the death of dozens, if not hundreds of Americans at the hands of Shia militias working as proxies for the Iranian regime. 为鲁比奥伫参观近代公开讲话，因看出伊对拉美左派政权甲北韩伊朗等国的强硬态度，被点名接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现任众议员的瓦尔兹。伊甲鲁比奥正共款，也是川普路线的忠实拥护者。And this is the type of country, those are the types of countries where they weaponize the judicial system against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s. Maduro weaponized the judicial system in Venezuela against Guaido. 两人共同点是，就是对中国拢无好下手，严厉批评北京当局对维吾尔族的迫害打压，也拢强烈支持军援台湾，对抗中国的武力威胁。另外，对拜登政府甚至真济西欧国家一直咧支持的乌克兰政策，两人也甲川普完全共款，也都是伫支持乌克兰主权独立之外，反对继续大量金援乌克兰，而且主张赶紧促成两国停战。对这报派内阁人士分析家认为，伫川普团队无对外正式的情形之下，各方拢还有运作的空间。The next few days and next few weeks will be very interesting and consequential. This is not just some game of moving pieces on a chessboard. Some of these decisions about personnel and early decisions on policy. 事实上，除了内阁人士即将政府官集会，川普早伫2023年3月，也就是宣布参加提名了后无偌久，就伫个人官方网站顶端公布所谓对新任政府宣战的声明。其中讲到，未来上任了后，会马上重启101年一项行政命令，开除无适任的事务官，而且彻底整顿包含政府单位在内联邦机构，确保审计甲监察单位的独立性。同时严格执行现专门条款，禁止联邦官员卸任了后，专去不受监督的企业入头路。另外，川普也拍算将部分联邦机构刷离华府，构成有10万的公务人员下摆未伫华府上班。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国防部伫今日发布，中共出动歼11运八等各种战机和无人机有20架出海，配合着因的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共军的东部战区呢，最近阁伫咧东南沿海进行实弹的射击。安那讲到这外国媒体，真正有报道讲，咱台湾的拍算甲这美国买正大批军火，向美国总统当选人选展现自我防卫决心。不过有专家是认为讲，这国军公开强军各种演训，目的就是要争取国人支持强化国防实力。南华正西部兵争，中国伫台海佫一摆开始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12日发布，侦查到中国歼11和运8等等各型的主副战机和无人机，拢总20架出海活动，其中13架超过中线和延春线入来到咱的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嘛掌握中国军队东部战区最近伫东南沿海浙江福州海域开始做实弹射击。中共东部战区近期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州海域划设数个保留区域以及临时限航区，并执行实弹射击演训。中国军队实弹演习的区域，唔那是湾马祖外海划定的临时限航区，嘛是国际海空航线，国军是关渡警戒。不过，正拄好就是外国媒体才报道，国军想要开4800亿对美国来做大规模的军购，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等台湾自我防卫决心。专家解读讲，国军以讲中国交代了台力量来争取国人的支持。我们国防部在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宣布出来啊，告诉我们的国人大众。说这个我们的敌情威胁不断的存在跟升高所以请大家支持国防预算。国军除了想要来提悬对美国的军购，嘛伫这份的本务正拍拼。着军航特部12日伫屏东的恒春开始实弹射击，投入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因为取得空 M 直升机发射2.75寸的海星火箭，30连炮和 N24空机枪，精准拍到8区等平常时训练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下晡调解协商讨论 NCC 组织法修正案、区请院和司法院的人事同意权等等。其中 NCC 组织法第16条修正，关系到 NCC 副主委王必忠敢会当继续代理主委。不过这调解无共识，会保留上拜五的院会处理。咱来讲到这区请院人事同意权案调解共识，支持举行公听会二读审查正副院长被提名人案。NCC 人事延前几个月，立法院长韩国瑜12日召集调解协商，其中 NCC 组织法第16条修正草案，那被联手被删除万年延任条款，避免委员一直延任。条文编定施行日期由行政来命令，在也是提案，要将实施时间改组，为修正公布日开始，对这 NCC 代理主委王必忠继续延任。非常遗憾的是我觉得行政院，真的小动作太多。对于立法院所通过的条文，那到现在呢，没有去把它明定而且呢，让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文无法实施。那这个礼拜五院会已经排上去了那当然，我想这个院会会处理这个案子，以总统公告3天生效为基准点，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到时候就是。那这样的时候，可能要再补提名嘛，那后面照程序再来嘛。中央部强调，韩国瑜宣布上议会处理，那拜五议会3度行政也无提复议，总统应该在收到了12日公布实施。王必忠就无法度继续代理主委。这摆调解协商选罢法修正草案修改罢免砍斩，必定是加入协商内容。民进党团结期被突袭。但我们希望韩院长能够把政治放两边，民生摆中间。选罢法今天不应当为了过水而过水。我们不断的收到更正的通知，好像一直往上面加码的，不是只有中国国民党，民进党自己也提了新的案子另外，考试人事同意权限，各党团向提名人提问问题数量调解达成共识，无设限制。各地自治公听会日审查考试院正副院长被提名人案。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王晓玲等人提案，要修正宪法诉讼法，打算把这大法官的现有总额会规定改做是法定总额，而且把这裁判标准纠关到法定总额的2/3。立法院已经初审通过不过还受争议。律师团体表示，讲这修正案会造成宪法法庭拢暂停的宪政危机，获调153名律师16要上街头游行。宪法法庭不瘫痪，人民权利有保障。针对国民党立委王晓玲等人提案修正宪法诉讼法，政治律师开记者会，质疑这修正案有瘫痪宪法法定的危害。他把所谓的参与的人数跟表决的人数，他要调整成所谓的法定总额制，比对现在我们的运作状况，现在只剩下8位大法官。这一部法一旦通过，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宪法法庭没办法继续运作。立委王晓玲提出宪法修正草案，将即马总额修正做法定总额15人方式来算，佮将宪法法定实行判决定的同意砍斩为1/2改做1/3。立法院已经完成初审，全国律师联合会认为这修法会动摇宪政秩序。民进党团呼吁国民党重视法界声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的法院都要求他们的审理的程序必须要严谨。甚至大法官也认为，在这个最重的死刑的判决到一致决，那么我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大法官要采取更高标准高门槛。洪小玲这样做只是为了国民党的扩权法案，不希望再由大法官来宣告他们违宪，立法权直接要把司法权要把大法官架空。153位律师联合声明反对宪法修法，早到也会透过游行表达诉求。王晓玲是尊重各方意见表达，不过表示宪法修改目的是要让宪法法庭制度更加健全。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今年的流感，虽然还未来到流行期，不过已经出现警讯咯。疾管署监测发现，讲这流感季以来，流感引起重症有202例，死亡有26例，这两个数字拢是10年来降低的新高。疾管署推测讲，可能是和目前流行的 A 型 H1N1 的病毒有牵连。另外，讲到这肠仔病毒新增加一个重症个案，加在治疗了后已经复原出院啊。今年流感疫情是来甲正凶，疾管署监测发现讲，这个流感季对10月以来流感并发重症加起来有202例，死亡有26例，拢创10年以来降期的新高。其中较少年的死亡个案是中部40多岁的女性，本身有着过癌，出现无法度喘气，去看医生的时阵，已经双边肺炎，住院第7天不治死亡。经过检验了后，发现讲，伊感染的是致死率较高的 A 型 H1N1 流感病毒。这一波的这个病毒，特别是 A 型 H1N1 这个病毒可能感染之后比较容易导致重症跟死亡的情形。那这个 H1N1 一般来讲也是在我们各种的流感病毒当中杀伤力比较强的。另外，当病毒的疫情嘛持续在起哩，顶礼拜全台湾就诊是超过2万人次，含从一礼拜比是起哩4.7%，创10年降期上悬，含今年一礼拜上悬的记录。而且新增加一个当病毒的重症病例，是南部8岁查甫囡仔。11月初出现双脚无力这镜头，转诊去大病院了后，收治伫家护病房，后来再带伊第6天就好起出院。有可能是这个同班同学的这个部分，也有可能这个社区的这个无症状的感染者的这一些接触啊，或者是飞沫的传染，都有可能是这个感染的来源。疾管署讲，当病毒疫情的高原期会持续到11月中下旬，一礼拜就诊的高峰会起哩到2.2万人次，按怎爱到12月底才会脱离流行期，但说到来流感疫情就过来，会伫12月入来到流行期，若天气变冷，若无排除时间的提前，这个月底专家会议会讨论讲，敢要看疫情的状况，提前扩大流感公费抗病毒药的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这抗生素乱用甲抗药性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后礼拜就是世界抗生素周，这疾管署甲高雄的病院利用卫生稿巴士巡回展览，让民众正确使用抗生素，避免这抗药性细菌来出现，造成未来无药通服用的困境。这抗生素是一届食1粒，一天食3届，你照时间食哦。搁开一礼拜份爱食互你哦，千万唔通家己听药哦。医生开药方的时阵，特别提醒民众，抗生素一定爱食好煞，因为接拄着民众无完成抗生素的疗程，也是甲药黑白送互亲情者，致使患者身躯内底的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未来若个拄着细菌感染，就爱使用更较复杂的药啊。因为药物的组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副作用或不舒服，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如果药物可以保持它的有效性，那我们就不用使用到后线的抗生素，也不用组合2种以上的药物来治疗。疾管署表示，估计全球当年大约有500万人死亡，甲抗生素抗药性有关系。那抗生素无做管制，到2035年，全球平均寿命会缩低1.8岁。这个月18到24，世界卫生组织举办世界抗生素周，望全球做伙重视抗生素的管制。就是抗药性细菌产生的速度比厂商开发新抗生素的速度还快，所以造成全球一个抗药性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必须重视，但是这个资源总有耗竭的一天，所以管制这个抗生素的话，事实上对于不管是政府单位、民众单位或是医界体系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期待病院透过抗生素教育百事的巡回活动，宣导抗药性的问题不止严重，嘛提升民众正确使用抗生素的知识，保护家己，嘛降低医疗资源的负担。记者邱昭荣高雄报道。伫咧云林有一间国小，初有家长走去学校内面拍囡仔，一个查某同学家长不班共班的查甫同学拍伊的查某囝，这个家长呢直接塞车入去学校剥这个查甫囡仔的巴肚。云林管教处表示讲，学校有随处理，啊，呼吁双方的家长爱理性，那校园安全的部分因也会加强。这个月初7上课时，云林有一个家长塞车进入校园去摸一个5年查甫学生的巴肚。根据了解，因为这个查甫学生甲同班的女同学起冲突，用脚斩查某学生的巴肚，佮甲杀倒伫个涂骹，才会互查某学生的家长情绪失控。
卖了伊个站3、4个，了佫甲车倒转，佫甲车磨倒了。阮先生听到，毋是较硬讲啊。小朋友就想说有谁找他就走出来查看，然后反正那个爸爸就一转头看到他，然后就一拳往他肚子打下去。校方表示，代志发生了后，第一时间有进行校安通报，请双方家长来学校理清事实，已经有达成和解的共识，才无向警察报案。未来卖加强校方出入的关切。针对此事件，本校有召开校园安全会议，检讨改进，并强化校园安全。学校的部分，我们也要请他能够去做好学校的一个安全防护的工作哈。针对于整个学生安全的这个部分，要加强做一个处理。我们的大人也能够理性来看待这个事件教育处表示，第一时间交付资中心介入，提供学生个别甲团体的辅导，希望让学生会当恢复正常的学习状态，嘛要求学校加强安全防护，避免安尼代志搁再发生。记者云林报道。最近真接传出虐待囡仔案件，有真侪家长认为，着爱按这监视器来确保囡仔安全。卫福部对今年开始要伫咧顾婴机构设监管分段系统。不过有教育团体认为，讲这装监视器是无法解决问题，应该爱提升老师的教学甲照顾能力，也着爱增加卡手，这才是关键。最近台南某一间私立幼儿园的教保员有不当的管教行为，像安尼事件连续咧逼，家长拢要看电眼查真相。卫福部也对今年开始，针对托婴机构规划扩大来建监管分段系统。那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认为，老师甲家长的信任爱先建立好势，也有教育团体建议，家己摕来增加老师的量能，参正向的管教能力，才是教育的根头。即卖老师甲家长之间的信任已经无去，所以无讲做希望讲老师伫在监视器下面的工作，会造成老师的一个情绪跟教学的品质。因为咱教育就是要教育囡仔，要来照顾囡仔，所以我感觉讲应该是爱想办法，这老师的幼教师生比当改善，因为这老师伫教学界照顾差不多12个囡仔，有当时啊囡仔佫是2岁到6岁，其实。老师的压力是足大的。虽然教育团体反对，台南市教育局今年嘛开始设教保服务机构自主风险的管理制度。因强调，若发生违法，会要求一定爱装电眼。有民意代表发声，政府公立的幼儿园应该爱先带头来说，中央嘛通彻底修法。立法院爱修这个法，就不管是托儿所，还是幼稚园。还是迄个照顾保姆的这，你拢是爱装监视器，才会当保护，嘛会当保护着老师啊。咱206间的这个公立幼儿园，全部伫公共的这个空间，佮加这个出入口，咱拢全部拢装设这个监视录影系统啊。啊，另外有72间这个公幼。在目前伫这个教室内底，咱嘛有装设。消委局表示，今年开始因有专业补助年保装设电眼，目前1,500人内底，敢若147个年保有装设，主要是烦恼运输问题，被减少虐待囡仔事件。消委局认为，也是要提升年保专业素养，参教学品质。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县动保所顶个月伫咧新埔的山区查到非法的狗仔探种场，现场救到39只长期遭受不当对待的狗仔。这动保所甲这狗仔早登去照顾，而且有较济宠物美容业者合作，免费替狗仔洗身躯美容。那互这狗仔恢复整齐，也希望这狗仔赶紧找到新主人。泰国热闹的环境，四界拢臭味。新竹县动保所人员顶个月伫新埔镇山区查到违法狗仔探种场所，当场救出39只的狗仔，每一只拢有长期关伫笼仔内，若无洗过身躯，甚至有的狗仔拢有皮肤病。有宠物业者自愿来动保所替这的狗仔洗身躯、按摩。我们可以帮我们做一些美容洗澡的部分。那我们会带一些狗狗到我们店里去做清洁，那也有人就是最快的时间去现场帮忙做这些狗狗的清洁的部分。动保所感谢宠物业者发挥爱心，让每一只狗仔变整齐、变清气。较卫生也会较健康，包括它的清洁还有它的毛发，还有耳朵，还有指甲在专业美容师的这个修剪之下都非常的漂亮那相信以后可以提高不少的我们这个民众的好感度增加它的认养率那动保所目前在持续照顾这一些犬只的这个身体的健康那
目前已经完成了没入的这个程序。那接下来的行政处分的相关的工作等到完备了以后，我们会依照惯例来予以公告认养。新德县动保所指出，这39只的狗后续会完成行政程序后，依法充公，让民众领养，希望会当帮狗找到新主人，过好生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常常听人伫咧讲一粒比100粒寒，毋过讲到这水牛，即马是无所在，挺好看到。这学生囡仔要安怎会了解咧？讲到咱即马的农业环境伫咧改变，即马含英国已经是无共款的种植方式啊。为着要互这学生囡仔对犁田有实际体验，嘉义大南的地方创生团队举办食农教育，请这水牛来做因的老师，希望互学生囡仔会当伫咧课本以外，了解到这水牛甲种植之间的关系。对它的功用就是翻土了。老师向各小学生囡仔介绍牛犁，介绍较早牛是安怎用牛犁来犁田。嘉义县大南3号国小举办食农教育的课程，请一只水牛来到学校，互囡仔实际来接触早期农业社会经牛。牛就是咧帮咱水稻的田咧种地嘛，所以互因了解讲，因食米的迄个米。过程安怎来的？种植的过程是安怎来？觉得很开心，然后今天看到水牛是我第一次看到。在较早的农业生产内底，牛真重要。为了要让学生囡仔知影农业环境的演变，嘉义县农会配合大南镇的地方创新团队，邀请保存经牛文化的青农，牵牛来替学生囡仔上食农教育的课程。食农的这个教育基本到咱的校园的合作之下，除了让囡仔学到以外，其实咱嘛希望把安尼好的食材会当带入到咱的营养午餐内底。更较了解讲咱以前的农业社会，咱的劳动的这个动物，这个水牛，互咱的囡仔会当更较近距离的，来含这个水牛熟悉。嘉义县农会表示，较早庄脚四界拢看会到的水牛，即马是愈来愈罕见。这个课程除了互囡仔补充课本以外的农业知识，嘛希望互因伫食农教育当中了解台湾农业生产甲文化的过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虽然讲人会过往，不过伊认真打拼精神永远留伫咱的心肝中。台湾头一位登陆做车古镇保存的石雕用艺师，伫顶个月来过身啊。彰化市的这个中校国小这个老师甲学生呢，打算要出一本石雕用的车古镇绘本，甲英国这学生囡仔拜访石雕用的资料访问，全部拢甲记录落来，要用绘本来纪念这位国宝级的车古镇艺术。一笔一笔，甲车古镇艺术石雕用表演的画面画落来。这阵中校国小的学生半年前捌去拜访已经过身的石雕用艺师，想起当初石雕用的表演甲分享，学生拢真笑脸。去找做的时，做阁有2、4句人互阮听。阿公教阮敲学了我就厉害诶。我觉得阿做很活泼，很有趣，让我画绘本的时候觉得很有意义。台湾传统技艺推广协会甲学校合作，今年向文化部申请经费，按算出版石雕用艺术的绘本。虽望这个计划因为石雕用过身中断去，但是学校甲协会决定用募资的方式，让绘本顺利出版。孩子们有亲自访问过阿公，所以他们就对于这些画面特别的深刻，因此能够创作出这么多这么棒的作品，所以绘本会使下介意车古镇，也是介意传统文化的人来收藏安尼，所以阮继续来个这计划继续做落去。学校表示，属于南管系统的台湾车古镇、透南歌舞镇头、牛犁镇、水族镇这表演，是真有代表性的台湾传统文化。希望透过囡仔创作，甲石雕用精彩的一生记录落来，让这位国宝级的车古镇艺师永远记伫大家的心肝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真侪人拢会随随便便伫遐大声喝休、大声哀，当作这民主自由就亲像水道水一开就会来。事实上，英国咱台湾的威权时代，真侪人因为参与这党外运动，特定的宗教团体支持反政府活动，就去互政府列入去黑名单内面，无法度自由来出入境。
国家人权博物馆以乌名单的历史做主题规划展览，希望让民众了解到台湾的民主自由是有偌尼的珍贵。为了美丽岛运动了，很多人投入了，大概海外的人大概几乎500个人都投入，然后是上黑名单，大部分的人都上黑名单，然后是为了声援美丽岛、声援这些被逮捕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奔丧，没有办法回去看爸爸妈妈，这个对很多人是非常大的心理伤害。美国籍的艾琳达女士讲起，国民政府禁止出入台湾，心情是真无奈。伊伫1970年代伫咧台湾做学术研究，嘛参加美丽岛运动，为着救援海内外的政治犯，参济国外的人权团体记者，每周去互国民政府列入污名单。迄当时有济人甲艾琳达同款，互政府列入污名单。为着要互少年辈民众愈了解这段历史，国家人权博物馆特别举办战后污名单特展。我们直到今天仍然面对外在的威胁，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必须深化这样的历史的教训，深化这些价值，才能保卫我们的故乡台湾。展览会场利用实际体验，民众摕护照去扫，出现红色警报灯，就代表无法度出入境，让民众感受自由受限制的感觉。文化部处长王时书讲，虽然即马台湾有亚洲上进步的民主自由，但是过去有真济历史也未见光。不管是从228，不管从白色恐怖，确实具体到底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到底多少人失去生命，多少人失去自由，多少人失去家园，这个数字到今天都还在研究当中。文化部处长王时书讲，台湾伫咧维权时期到底有偌济受难者，目前也无法度提出正确的数字。伊认为，这代表即马台湾的民主自由也未完全稳定，也是咧风险当中，嘛代表台湾的民主自由也要继续打拼。记者郭考明节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3度到2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